关注岗啊！喂，报告，下，下吧，下。找开半工，也是无到找出因的人影。这个葫芦头，这个铁丝，毋但是咧创啥物的？无听到预言家已经叫他走去啊！小妹啊，这个五台山，你家看是这么正阔，也要掠一个人，要哪有这么简单啦？我看你吼，你的成绩嘛毋通遐尼正急。阿姊啊，毋是我歹选地呢，咱随着听葫芦头来报告，咱就马上就赶来。我是烦恼讲，咱伫这路上就耽误几工，无听到已经逃走这个五台山去嘛，无一定啊。无可能，到处就是有兵士特别掠的，伊安尼闪闪撇撇，要哪有可能遐尼紧就逃下山去咧？哼，若毋是明仔载大军要攻城，葫芦头这个小囝，我马上就给堵掉。哼，好啊，小妹，过过迄边山就是来源，要无咱分手来去找好。好，行。水。你是一个出家人，为什么看到查家安尼雄雄光光在咧闪避？女施主，你误会，并正毋是要闪避，这是惊要冒犯女施主。听你的口音，你就是中原人，你毋是五代的和尚。对，并正咱是一个游方的行吉症。来这个五台是为要来拜佛祖。你情伊情无，情在心，伊这无像一个出家人。你的法号是要怎称呼？并将化名是偏路啊！既然是来这拜佛祖，师父啊，这仙的真相是要怎的称呼？迄是迷了的金身，一这边两尊叫做啥的名神？这是八道啊，这神圣，那是思想哦，哎呀，阴声嘞。无亏你是一点钟，英莲的佛祖也你不清。你胡言乱语起心性，轻无会对你演的怨啊行。
来你就是游人龙，来哟，丢下来！哎，快跑！出声！只要你若无出声，我袂伤害你。我本来无想要来找你的麻烦，实在我是受患病，必须走投无路，这是不得已，所以你是中原人哦？是伊咧，伊是我的小弟，受患病愿自下死。我来应付。眼睛啊！哪里？出去！不用的啦，不用的，将军啊，这是我的厝啦。我问你，杨延昭乃死伫遮，伊人是安怎死？讲！我嘛唔知，伊顶下孙都受伤正重啊，一句话嘛无讲，倒落就死啊！唔是你看，涂骹全废，你看，全废掉。好，人啊死就煞，等下回兵公主，请是啊。多谢老爸。得妈，你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我嘛是中原人，你就是陆将军咯。真好真好，家财你会当大生出来。要毋过小个咧破茶的时阵，有听到番邦的公主咧讲，明仔载要攻幽州城呢。